真欢喜亲密团体有这个机会，而且做伙甲大家学了敬拜上帝。三，你敢知影5月有啥物重要的日子5月上康的母亲节，佫有啥物特别日子？哦，佫有一个最重要的日子，不过大家呢拢无啥熟悉这个日子。这个日子呢，就是5月15号。这是啥物日子？这个5月15号呢，是国际性的国际家庭日，嘛是咱台湾的爱家日啦。有依有家，意思就是我爱我家哦。哦，这一天要做什么哦？不是只有这一天要做什么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什么？要做5个行动。第一个爱的行动呢，就是要怎样相聚在一起；第二个呢，拥抱在一起；第三个呢，互相感谢；第四个呢，互相赞美，还要彼此全家一起相互合作哦。哦，这是第一个5。那1呢？1就是全家一条心。上尾迄个5呢？迄个5就是咱若安尼做，咱就当领受着上帝遐来的祝福，咱就家家户户拢会当相爱、信任、快乐、成长甲团结。是，所以呢，咱有一个最重要的题目，迄就是爱我们的家。啊，咱做伙来唱这首《爱我们的家》。咱赶快来听这条《爱我们的家》。每个人爱他，家有光彩；每个人付出，家有孤独；每个人珍惜，家有甜蜜；每个人关注，家有幸福。咱做伙来吟这首《主恩典到我用》。那这什么音？万
满艰苦，但是最后所以甲恁讲，确实甲咱讲，我会稳定教育理念，所以伊要用圣神进入咱的心，要引带咱，咱会当通过迄个试炼，通过迄个困苦，通过迄个死荫的山谷，要咱得到足大的喜乐。实在是主的稳定教育咱的，无论安怎，经过死亡，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伊拢会引带咱。咱搁一摆来唱稳定教育咱的。咱就闭咱的心，咱就应该静静来听主的声。伊要甲咱讲啥，伊一定甲咱讲，伊稳定教育咱的。所以咱要静静听，要暗耳听主，伊要甲咱讲啥物？伊是咱的牧者，伊要引带咱，要带领咱行头前的路站，要享受咱拄则所唱稳定教育。来唱这条静静听，用静静听的心来听领受主对顶面来的话。静静听，我的静静听，我的阿弥陀佛主的声，静静听。认真咱的大牧者的声，咱有静静伫咧听，伊要甲咱讲的声，伊是生命的主宰，伊要引带咱的一生，咱听伊声，咱静静听，静静听，咱就是爱静静听。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阿弥陀佛主的声，静静听，伊的静静听，我这认得我的声，认得我的声，我